如果要講我同商福嘅故事咧，我諗要講返到1987年啦開始。咁係嗰一年咧，我係決定係放低我嘅全職嘅會計嘅專業嘅工作，正喺度咧係去籌算緊，究竟神係會呼召我係去邊一個方向咧？係咪即刻要入神學院讀神學咧？咁嘅樣都係喺度稍為有點迷惘嘅時候，咁有位前輩，咁佢就讓我認識到商福，咁我同商福一拍即合。咁初時我亦心目當中或者我所認識嘅商福咧，都係一個好簡單嘅一個嘅佢叫做當時叫做中環福音團契。佢係一個好簡單嘅組織，有人帶，有幾個嘅同工帶住佢哋。佢哋有時有查經，有時係晏晝嗰陣時候買飯盒一齊，有啲嘅主題嘅分享等等。咁我覺得好有意思，咁所以咧就係去加入咗佢哋，就成為咗佢哋嘅副總幹事。咁由1987年開始，咁後來就總幹事離咗任之後，我就接替咗做咗商福嘅總幹事。我係到1994年係放低咗喺商福嗰個嘅侍奉，原因因為我要入神學院，係呢一個嘅就讀神學。每一個時段咧，神都興起唔同嘅工人係參與商福嗰個侍奉，特別就係喺領導層嗰度。咁喺過去呢7年咧，我都記得，即係喺商福裏邊都發生咗一啲嘅大事，就係多咗同唔同嘅教會嘅合作。最初嗰陣時只係聚埋喺自己喺百佳大廈嗰個嘅 office 裏邊，所能夠聚集到嘅人都係10零20個人到咁上下。但係後來就同附近嘅教會合作，以至到嗰個嘅午餐嘅福音嘅聚會咧，係由嗰陣時開始係去呢一個嘅發動。咁後來甚至到成為商福一個好重要、好重要嘅一個嘅事工，我哋都係非常之感恩。咁當我係讀緊神學嗰段時間咧，或者我離開咗商福，放低咗商福嘅同工嘅身份嘅時候，我都繼續喺商福裏邊，喺佢哋嘅董事會裏邊係成為董事，一路到後期到開始，真係要放低董事會嘅事福工作嗰陣時候咧，就成為商福嘅顧問，直到今日。可以咁講，我由1987年到今日，我都同商福一齊係冇離開過嘅。歌嗰個嘅題目咧，係 God is working， 係好能夠道出係真嘅。第一一個嘅事實就係神係冇離開過，佢係由開始到今日都係喺度作工，佢嘅作為係喺個職場裏邊係反映到出嚟。第二樣嘢 God is working 提醒我哋就係，所以係喺商界裏邊或者喺職場裏邊嘅弟兄姊妹有一個嘅應許，神喺你身上工作，神亦都係知道你遇見嘅係咩事，你嘅掙扎，你嘅苦惱，你嘅沮喪，甚至你受傷，神都喺你身上工作，佢醫治嘅。所以 God is working， 即係呢一個係俾我哋係去體會得到，神冇離開到呢笪地方，神亦都冇離開過呢個群體，佢一直同我哋一齊。呢首詩歌最後咧有個歌詞就一句咧就係 God is King， 神唔單止係作工，呢首詩歌亦都提醒我哋，神就係嗰個王。佢係我哋所要係一切嘅工作，所要尊崇嘅一切工作，所要榮耀嘅一切嘅工作，佢能夠呈現就係呢一個嘅王。佢係王，
佢唔單止係掌管帶領，亦都值得我哋去獻呈一切嘅成果俾佢。所以呢首嘅詩歌係一個嘅係好相當好合適嘅，作為我哋嘅主題嘅一個詩歌嘅。如果我哋望下今日香港嘅社會有好多嘅改變，隨住呢個嘅世界嗰個嘅時局嘅衝擊，我哋嘅社會嘅改變，教會我哋都知道都會面對一啲嘅震盪，一啲嘅挑戰。所以個職場咧係每個時代係嘅從業員，喺職場嘅從業員都會面對好多唔同嘅挑戰。喺呢度咧，我都盼望第一，商福能夠係去好似過往一樣，係去唔會違背，唔好忘記神俾商福嘅異象，就係喺呢個嘅職場裏邊，特別喺香港嘅商區裏邊，係成為一個嘅明燈，係去照亮所有嘅人，照亮呢一個嘅商業嘅社會。例如我亦都希望商福成為呢一個嘅鹽。實際上我哋本身已經係鹽，不過我哋係應該係去帶動當中嘅弟兄姊妹，係去更加能夠發揮到喺呢個商場裏邊做鹽呢一個嘅作用。我哋實際上好需要光同埋鹽，所以我會祝福商福喺未來嘅日子更加蒙神嘅使用，亦都與喺呢一個嘅職場裏邊嘅弟兄姊妹一齊同行，為主作美好嘅見證，打美好嘅仗。